大家安，大家安。今天这迅雷不及掩耳的，我又封面诈欺啦！朱迪卡又封面诈欺啦！你各位安安 ，Hello 安，来，我调整一下聊天室吼。我原本刚刚在想说，我要不要把那个封面快点再做一下？但是不行啊，来不及了啦，没时间了啦，对不起，刚刚啦，的安内德赫啊啦，欢迎。欢迎大家，いらっしゃい啊！对，いらっしゃい，我要恭喜4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讲武德啊！我原本想说我配信的时候来接个4万的，我现在已经好没得解了，就这样吧。我谢谢你各位，昨天晚上就差。真的假的啦？昨天晚上差10多个人而已，怎么可以这样子？直接庆祝了，是直接庆祝了，不是冲刺，而是庆祝歌回了，对，谢谢啦。而且我跟你们讲，我3枪总算没有问题的开通了。其实通常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第一次去超商缴那个3枪的费用，当天就开通了嘛？应该是要这样的，没有错。对不起，打个嗝。应该是要这样的，没有错。对，只是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因为3枪很像是配合蓝星金流，那蓝星金流那天的是不知道是安怎了，然后好贵趴掉了，好雷公金掉了，就是一直金流过不去。那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快点写信给客服，然后客服他们就很积极的，就是帮我查询之外，他就说哦，谢谢迪卡宁特别来信告知我们这个问题，我相信帮您免费升级1个礼拜的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就哇靠，危机处理之好的这样，对，所以总之这2天金流也平安的进入他们那边了，对，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多了7天的福利这样，啊，总之谢谢，一切都很顺利，对，然后目前3枪通知的卡片目前是没有跳出来的，为什么呢？对，因为我们它是只有限7天内的怎么讲赞助才会跳出来，所以目前没有跳出来是正常的。这是一笔赞助测试 Tilda。好，这是一笔赞助测试 Tilda， 感谢这位应该是我们 Tawa 是吗？感谢您的赞助测试，好，您的跳出来了，对，您的第一笔跳出来了。感谢您的测试，这是一笔赞助测试，非常人性，然后他还名叫他娃娃这样，然后好啦，你们的3枪回来你们最爱的3枪回来了，好不好？欢迎每个月就灌爆他谢谢大家。现在跟碰到4万的砰砰，哪有碰到4万？我早上明明很精明干练的好吗？对，冲得很快，欢迎大家。维尼伊拉塞，西维尼伊拉塞，有人曾订阅，好不容易破5万就立马掉数，后来又稳定下来了，这样子。其实都会很像都会有什么校正回归，因为现在 YT 的订阅很像也抓得很严，不管是订阅还是那个什么观看数，吃得很凶对，所以就是到后面就是总是就是观看数，希望还是可以多留住一些对，我不知道像我是怎么样，总之多了免费7天的福利，太棒了。谢谢你们，足足4万了。然后我今天想说轻松的唱歌，所以也算是让大家玩一下，你们真的是朝思暮想的3枪所以3枪的部分音效我就不会关了，大家就随性即使我在唱歌，然后有3枪的音效跑出来，也请不要在意，今天就让大家开开心心的玩一玩，就是你们真的是朝思暮想的3枪谢谢你们大家啊，4万了是吗？一切真的是来得措手不及。怀特迪哥，谢谢加入第15个月猪仔专员。什么吃了4万只兔兔，我最好是有这么喝脆到如果他给你7天内升到最高的福利，可以一直丢不爆表啊！你们最好是7天之内有办法帮我丢哦，你们最好是7天之内有办法帮我丢爆，然后不爆表不是，现在是现在是月底，你们不要就是幻想这种事情，丢不爆的好吗？丢不爆的7天之内是有办法丢爆，我不相信小军伊拉塞，后来当事人发现是被自己的观众恶搞，恶搞秀冲康是不是？再不玩这周要这样好，所以你们就只有今天可以玩，好，欢迎你各位玩起来，最好今天丢爆好不好？没可能啊，
你没可能啊，好不好？我笑你们今天不可能丢爆啊，就丢不爆啊！如果真的是最高级的那个，真的也是丢不爆，好不好？对啊，欢迎你们，谢谢你们一起来我猪猪的频道。我们今天真的随性的唱唱歌，一路庆祝到不知道庆祝到几点。我今天很随性哈，我今天下午的时间都是你们的。你快要开始戒断啊？不会啦，不会啦，只是又好死不死，我们仪式组总裁的那个高阶会员福利爆单咯，我们又多了整整1天的时间要为各位制作福利咯，是不是？对呀，福利省省福利，福利省省，我在讲什么？福利省省福利。好啦，但是我3月要过去了哈，3月过去之后，马上就是我们清明连假咯，你们又要戒断了。可是我跟你们讲，4月份有很多会开始开跑很多很棒的活动啦，好不好？好不好？好，所以就是我们4月份顶多就是清明连假，又要让你们戒断一下咯。仪式组太多了，我只能分3天。22位仪式组22位高阶会员你们真的是，我只能说你们真的太屌了。哭什么，绿岛公主？你为什么要哭？但是我这样看下来，我觉得你跟猫薄荷真的很配。对，我觉得你们两边的攻受基本上每天都可以互换一下啦，哇，好新鲜感哦，哇啊死，每天都可以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攻受还可以互换，多好，这样子是？不会，我基本上会跟上次一样，可以的话就是在我的烘焙的过程中，我也是有机会的话，可能就是开着 Play One 之类的，对，因为现在我的手机如果要开烘焙台的话，目前是有难度，对，但是至少还有Play One可以撑着，好不好？强强哇，强强伊拉塞，谢谢你过来，强强，强强，你现在是睡觉时间吗？还是你刚睡醒？他们俩很有夫妻相，超级的好不好？小鸡到伊拉塞，一定是哪里误会了，我没有误会啊，你不就住绿岛吗？然后我私人直升机啊，我哪有误会？没有误会啊。然后你爸还监狱长啊。疯狂造谣，午安，是的，大家安安，我来稍微打个招呼。首先是他娃娃伊拉塞，公孙呱呱伊拉塞，卢瑟长官伊拉塞，维尔森伊拉塞，是4万了。刘妈妈伊拉塞，3伊拉塞，广义伊拉塞，4万订阅达成，谢谢你，立轩伊拉塞，洪梦辰学长伊拉塞，胖胖伊拉塞，盛红伊拉塞。然后阿月伊拉塞，然后好，谢谢阿月的提醒，我前面忘记换，快点给他换过来。Nopi 伊拉塞，小鸡刀伊拉塞，绿岛公主伊拉塞，168伊拉塞，泰瑞伊拉塞，阿崔伊拉塞，财鼠伊拉塞，过来个随心所欲吗？哇，这个薪水的薪真棒，随心所欲。郑勋伊拉塞，对，直接庆祝哦！哇，这位DING 吗？好，叫你 DING， 不知道可不可以。总之，谢谢你过来。然后不是很秋伊拉塞 ，Zero 伊拉塞，晴天伊拉塞，追生者伊拉塞，明霜伊拉塞，然后静平伊拉塞，欧洲人伊拉塞，然后浪薄荷伊拉塞，小军伊拉塞，T 利昂伊拉塞。然后强强看到你，谢谢你过来。下午6点才睡是不是？所以强强是好高几率，可能就是那个还没睡觉，自己当岛主的概念，是他就是岛主啊。汉林伊拉塞，追各种台币伊拉塞。奇怪的设定怎么越来越多？这不要问我，我不好说。弟弟瑞德伊拉塞，然后还有前阵子去南韩跟日本受训的偶像吗？对，听说练习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们要打断自己的腿，就为了让自己的骨头长高。我跟你讲，我没有在好小，南韩的练习生真的很鬼，好不好？你问我们摩西就知道了哈。菜菜啦，菜菜，请记得要到 DC 收一下私讯。我们亲爱的仪式组总裁，我前2天都有发私讯给你们填表单。菜菜，你的表单记得要填，猪猪明天要做你们的兔兔饼干了。你们这个月都要陪我一起吃兔兔，再也不是只有我吃兔兔了，你们全部都要一起吃兔兔，不是就只有我吃兔兔，你们全部跟着一起玉石俱焚吧！
我们谢谢阿吹的点子哈，真是太棒了。明天要做兔兔饼干，这次的尬词版本就是香菜饼干。我跟你讲，我没有在好小，因为我买到香菜粉了，好不好？我们很棒的香菜粉，好啊。有沙根桑伊拉夏也谢谢有沙根桑这一次纯赞助哈，就是我们这次有2位纯赞助的总裁，一个是汤包哥，一个是有沙根桑，他们就说就是啊，猪猪不要太累，他们说就是真的是当赞助，叫我不用特别准备他们的2份，这样真的谢谢你们，好不好？真的很感谢，很感谢，这是不是兔兔咬猪？哪有啊？对对，是猪啊！对啊！我早就不要否认了，是兔咬猪，没错，兔咬金猪哦。我这一次完完全全可以洗刷我的冤屈，我做出来包装完，你们就知道我想干嘛了。对，绝对可以洗刷我的冤屈，绝对不是我吃兔兔，而是你各位吃兔兔。刚刚那一下还有回应是，伊拉塞，谢谢小信，谢谢刘卢。银盾猪猪安，我还没有银盾，我才4万而已啊！我不是10万，我4万啊，长官，长官啊，跟整片香菜比起来，做成粉比较好吃吗？听说那个粉调制的味道还不错，所以就上次有观众建议我说，猪猪有香菜粉，我就快点买回来，对，太棒了。拿错加成芥末啊！不啊，あら間違ってるのがそれが申し訳ないね。でも私のため絶対食べきれるじゃないか君たち。不好意思，我搞成了瓦萨比了，但是为了我，你们也可以吃掉的，对吧？你各位，私のためなら何でもしてくれるよね，みんな。是为了我，你们什么都肯做，对吧？对，兔咬猪是兔咬猪哦，我没有咬兔兔哦，我没有吃兔兔哦。DC 没有通知讯息吗？来哦，我帮您看一下哦。菜，我看一下。我应该没有发错吧？菜，对啊，是这位菜啊。难道还有另外一位菜吗？我没有发错菜吧？应该是这位菜啊。菜没有关系，我现在丢给您。菜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发到 Twitter， 是担心有些观众调皮会偷乱填单，所以我就发私讯给你们这样子啊。几个啊？等一下。菜没关系，我这样贴给你们。然后あれ？こっちじゃないわ。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等一下，再一次。有填完了吗？好 ，OK， 那我这边应该就不用特别再贴了哈。我这边不用特别再贴，然后如果有看到小天总裁的话，也帮我跟大家提醒一下。然后 Saber 也谢谢大家帮我提醒了，谢谢。基本上应该大家都应该有通知到了哈，谢谢你们。神月伊拉塞，肯定有些人的饼干不小心放错啊。对啊，それが申し訳ないね。間違ってるのがそれがわざとじゃないから許してくれるよね。即使我放错了，我也不是故意的，你们可以原谅我对吧？大有呢。好，菜，谢谢你的填单。应该有几片饼干是芥末粉吗？哎呦，你们没讲，我还没想到啊。怎么这么棒？胖牙口小孩子才做选择。芥末口味的就好。你们要玩这么大？我原本想说香菜口味就好，你们居然要玩这么大。刚填完好 ，OK， 香菜芥末。有些软体会吃通知，可能苹果搞你，没关系，我还没有制作。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机制，因为我也知道您各位已世族总裁们有办法1个月负担3200，真的是真的是1秒钟几10万上下哈，你各位甚至就是有人直接就是一瞬间就加1年份的高阶会员，35200块，对他们而言就如同352块一样的便宜这样。好，不管。对，为了你各位，就是我们这边非常体贴的，就是在我制作当中，如果您还没有回填我表单的话，周地卡会自动帮您归类成尬词版本的。对，只要是我的选择都没有问题，对吧？对，为了体恤您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辛劳的工作，没有时间填表单，周地卡已经会为您自动安排成尬词版本的，不要太感谢我。传个私讯都会碰吗？哪有，我没有碰哦。好啦，我承认我之前有一次很像传到那个小天总裁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小账，然后他那个小账刚好最近没登录这样。大燃烧神教伊拉塞，芥末加香菜，我看我来不来得及去买芥末粉好了。对，
烹的是你吗？不是，没事的，菜菜。阿翔小铺伊拉塞，太狠了是吗？这样才叫做狠吗？黄芥末的话，那还不错吗？总裁们，你们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很不怕哎！当然是要略芥末啊！あら大姐来てくれるよね，ありがとう。大姐啊，嘎子版本的嘛，你很棒嘛。打完招呼要来睡觉了。OK， 我要斯米纳塞，谢谢大姐。夜班的朋友记得好好的补眠哦。然后，嘿，薄荷也尬词的。然后云天伊拉塞什么砰砰版本，啾爱的重量，我相信可以承受的。好，大姐，谢谢你的晕眩，这样。这位伊拉塞等一下，我记得他好像有来过，等我一下，他这个名我记得应该是，等一下，你为什么一直弄我？它这个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天，很像是这个那个是什么啊？怎么一下想不起来？听完后听到节目你就知道尬词。被虐会笑着吃饼干这样子，你们真的很爱呢，真笑伊拉塞有さけさんありがとう400件ありがとう有さけさん，这个应该是财富自由的数字吧？对，这个很像是 Apple 手机才有办法这样设定吗？有さけさん，谢谢你，ありがとう。哇，我好难得看到这个数字谢谢大家，谢谢大姐ありがとう。明夜いらっしゃい，恭喜4万，谢谢。念号吗？对，号 ，OK， 号 ，OK， 号いらっしゃい，号 ，OK， 想起来了，号是不是 ？OK， 5月生日就可以什么超进化了吗 ？OK， 大姐，您要从我们最昂贵的600块经理人进化成。我们5月不只有那个3200的那个高阶会员可以让您进化，我们还有3800的萌新哦，你可以择一选择，择一进化，可以择一进化哦，大姐。是 Sam， 我有看到你哦，超进化是什么？头发要竖起来了，对我们这边没有头发竖起来这么帅啦，我们这边3800顶多就萌新哦，很好啊，呵呵。数字可以自定原来数字可以自定。看到猪猪开台本来在是我觉得妈祖的那个绕境直播真的很感人呢，真的，而且我一直不晓得说到底是怎么他们怎么会知道说妈祖想要转方向，我一直不晓得说到底是有什么机制，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妈祖想要去哪里，原来是轿子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他们知道说妈祖想去哪里，这真是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谢谢你抛下那个就是千人观看的那个直播来看猪猪，但是妈祖比较重要，我们天蓬元帅没有这么重要。我们天蓬元帅不敌妈祖的魅力对啊，我觉得最近的那个绕境真的好感人，很像是听说到今天还是到明天而已，是不是？1年1度的，你信？我的宝贝名号这样子，你是日本人吗？我的宝贝，好，无极缥缈以拉塞，对，萌新哦，萌新，谢谢山红，对，我们3800会籍会在5月份开启哦，觉得会变成脆皮是吗？对啊，脆皮是吗？好啦，现真萌新哈，你的猪猪要什么超进化？我应该没办法再超进化了吧？对，萌新如我才是真的萌新，好不好？笑笑哥伊拉塞，神教会晃。他们就知道要去哪，如果弯错，神教会甩超大力，超神奇的！我甚至觉得这真的是妈祖指引他们要去哪里耶！真的是太神奇了！Oh my god， 太神奇了！所以我那时候在看影片，因为有很像是苗栗那边的警察还是哪里，就是他们的警察的局长什么的有过去，马上就是不停的磕头，然后希望妈祖可以过去一趟，然后就那个影片我看的真的好感人哦，对，当然就是信仰这种东西，就是看就是说并没有说强制非得要相不相信，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信仰的力量其实真的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和平吗？
对，如果这个信仰可以让我们更安详的话，我说的是真的是心灵上的祥和啦，没有什么不好。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人生而为人，其实出社会之后压力各方面都会碰到很多挫折瓶颈。那如果有这些信仰的力量可以陪伴我们的话，变得更加的善良，把我们的善念继续延续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棒的事情。以为是对，我一开始想说到底要怎么让，到底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说妈祖就想要转弯了，妈祖想要回头了，原来是轿子本身就有一股力量这样子。本身的妈祖凭教班人员的感受吗？尤其是肩膀有名啊，原来是这样子，肩膀很明显，是不是？太厉害了，恭喜4万了吗？哦，好，你的那个恭喜，看他前1个小时冲刺到了，是啊，我今天又封面扎七了啦，蒙熙如你群老女，别这样，盛红，别这样，毕竟你也是就是我的周边全包了的大佬哈。绕境还可以免费的充电头跟什么充电线，太屌了吧！哇，与时俱进吗？对，应该说神明也与时俱进。怎么4万才投4？可惜你钱包太刚大破吗？不然就投4000了吗？没关系啦，没关系 ，OK 的。就我们这边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大佬可以自动帮你再补上1个礼嘛，对不对？交给他们就好，交给他们就好。妈祖要假或停假是宝贝决定的。原来如此。但是要去哪里会晃动这样子？就大陆伊拉塞，谢谢你们。OK， 吃饭的快去吃饭，我们等一下聊完聊得差不多，开始唱歌了。有个寄托可以依靠也不错，我也是这么觉得真的有时候其实从小，当然我们家也不是信神佛的家庭，对，但是我是长大之后有就观众应该知道啦，就是我之前在前年的年底碰到了人生大挫折、大低潮的时候，我也是凭借的就是真的是神明的力量，然后才知道说这些东西真的很玄宁可信其有。对，冥冥之中真的有被保佑这样。我今天要唱歌啦，让我讲完。世界和平要有什么信仰？和善跟色。身为金牛人都这么说了，我实在是对我只能说对您说的都是迷耶，这就是我的信仰。又投3200箱邮件感谢你各位信奉对本频道天蓬元帅天蓬元帅很像也不能保佑你们什么不是非仰要真照信仰，但是信仰真的是本身很重要，我也这么觉得。轿子会有感觉是不是代表妈祖太胖？嘘，不要乱讲话，小心那个妈祖来扒你头哦。从他们出发到现在都有注意，尤其是当你遇到困难都感染到。是，对啊，我自己的话就是会真的我是觉得神明真的很慈悲耶，因为人类真的是要有求才会有求于神明嘛，真的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去想到那些神明，可是他们真的是很乐意去帮助你，并不会在那边说哎呦你就很细耶，今把这个手丢哇，就是说哎呦你们好现实哦，等到我困难的时候才想到我，神明完全不会这么觉得。对，所以我真的觉得真的就是慈悲，非常慈悲。Howard 谢謝加入第8個月住在專員，謝謝4萬了。身心我抓不到聊天室，我追不到聊天室。あらこれが发雪讲那个いらっしゃい，台教人脑袋会出现前方300公尺。刘妈，我就最喜欢你这样冷笑了。前方300公尺，请左转。是。对不起，我忍不住想要凑一下胡学姐。如果台教人是胡学姐，她会继续直走哦，她不会300公尺就转哦。对，因为她非常的自我，然后就被妈祖扒逃这样。好，没有像我学姐没听到，对她这样很忙，对她没有出现在聊天室，我可以偷凑她一下的。没有啦，41000，没有这么好冲吼，大低潮这样 ，GPS 已断线。妈祖也算老司机的，车速很快，喝水，对，真的是超甩的。我没有吃兔兔哈，我没有吃兔兔。好，天，你们那个棚可以稍微选字一下吗？信仰中有很多时候是信则有，越虔诚会越灵，不信的话通常不会灵。真的，我是已经完完全全遇过了，就是走一遭才发现说，你去相信他，他真的会帮助你。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许下什么愿望，说要还愿什么的，一定要还，好不好？不还的话，你这再细啊！许下了什么宏愿，就一定要去还。哦，但是当你真的需要帮忙，你若心存善念，那些神佛真的会帮助你。当人家是 GPS 对，也不太好啦。但是我们这边就开玩笑这样，很多重症的家属在求，不管有没有用，至少把内心的，对，我觉得你只要内心祥和了，取得一个怎么讲？取得一个就是让你觉得说安心的一个，至少把你心里面那块不安心的那块至少可以盖掉的话，其实真的会变得很有力量啦。对，因为有些人，当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真的完完全全那种心情，我不知道该怎么体会。真的要体会过的人才知道，就是你真的是已经走投无路的那个当下，然后当你去求一些东西，他居然会给你醒杯，或者是说验证了你所说的话，甚至你真的即刻得到帮助的那个当下，你真的会头皮发麻到泪流满面就会觉得说原来这个是真的，然后还愿意被，就是还有一股力量在帮助着你，当下就不得不信了，懂吗？好啦，但是这个真的也是个人的信仰不一样，我们就尊重就好了。台教的是要唱什么扛把子，这样可以把妈祖放在什么特斯拉，可以妈祖自动驾驶。这样说的话，驾驶的是妈祖，这样子会变成也是。亚艾斯伊拉萨又骗出见，有没猪猪周边的记得早晚烧香拜拜啊。周边其实我们还有少量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对，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就是大家不嫌弃的话，可以到资讯栏。可是真的。说到这个，我们那个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还有好像只剩10几支的那个手拿灯，欢迎大家。如果之后对于猪猪的线下活动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先买起来了，之后真的有得用，好不好？真的有得用。只剩下10几支吧。我们线下活动之后可以认清，可以一起甩起来。对，到那个时候就是先抢先赢啦。对，因为我之后应该这个是基本上这个手拿灯应该高几率不会再复刻了。对，如果说是嘎基迪亚的话，最近有朋友在问，那所以说复刻几率还高，可是手拿灯的复刻几率基本上应该是 minus， 应该是负的君阳排骨便当，然后观音灵猫，好，走投无路只好走尾了是吗？去过现场突然觉得感动到哭，是真的是这样子，我自己看到影片我也感动到哭，真的。救命稻草，对，最主要是寻求一个内心的平稳跟依靠，对，至少你心境平稳了，你就有力量去把剩下不敢走的目标努力去把它走完，这样可以拜猪猪吗？不是不能拜啦，但是拜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心灵祥和康当哥伊拉塞，没看到你白白的吗？一看到你萌新吗？亚斯，听说这位亚斯萌新很喜欢装萌新之外，也很喜欢丢会员。对，他曾经在我的频道丢了上千个会员，他就是那么爱装萌新。你好意思讲亚斯？对，手拿灯基本上复刻机会少，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在资讯栏点一下。如果你们真的对之后猪猪的线下聚会有兴趣的话，你们真的可以先买起来了。对，我没有在好小你们，因为今年度应该还蛮实用的，今年度真的还蛮实用的。我这个小个人是有你们，真的谢谢啦，我真的谢谢你们了。对，我今年很多东西都很顺利的进行中，好不好？那个袋子改成迪卡亲手编织吗？我实在是没那个时间了，所以我还是要请我家小佑老师。希拉多利张伊拉塞，谢谢默默跟台君伟，谢谢你，也是白白的初见吗？我以为你要跟我讲说我是胖胖的初见，好可爱。嗨。什么这位是外国的朋友吗？丁爷，你没有会员，你不要这边给我装萌新。我们这位丁爷他也是石油王啦，他是我们嘉义的那个烧腊店小开，嘉义的烧腊店小开，你们去嘉义可以去找丁爷吃烧腊的，可以请丁爷，谢谢你。说啥呢，丁爷？以你的财力，直接加我半年的会员，或甚至1年会员，基本上不是问题了哈。丁爷是我大学同学啦，很爱连销你好，也是萌新吗？发选你下去。杜家生，耶，伊拉塞跟公关要求了
9个醒杯，你9个醒杯，9个醒杯到底什么？你可以去，我天哪，你可以去比赛那个瓦杯大赛了耶！看你白白叫你是新朋友吗？好了，我不想理你们了，我要唱歌了。你们成功了，好不好？你赢了魔王，好，成功逼我去唱歌了，可以吗？当初冲刺5000会压 S 起码出了2成，我也这么觉得，对，甚至更高。线下聚会一定会区域吗？哦，有什么区域吗？你知道我线下聚会在什么区域吗？好了，我知道你说你一定会来，所以就是线下聚会今年度基本上用到的几率很高啦，所以你各位就甩起来。如果你们还没有我的手拿灯的话，下方资讯栏快点买起来，因为我不会再复刻了，因为它一次复刻，它最低印量就要100支，我哪来再生这么虔诚的信徒，懂吗？我没有办法像我们妈做这么多虔诚的信徒跟着他，我至少就是这一次100支有办法卖到对吧？只剩17、18支，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要给自己拍手了。所以下次要再复刻，其实我没那个胆子，除非是另外一种的手拿灯啊，除非是另外一个款式的，我们再说这样哈。亚斯好好说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哦，谢谢明艳啊，印尼来的是不是？好，女仆伊拉塞。那是周除3害的片段。嘿，魔王你们赢了，好不好？鼻子第一拉萨9个醒不应该是比较流行的周除梗是不是？猜伊拉萨，我哪有碰到4万？你要被我关，你又要被我关到那个地下室了。10万订阅应该就有，我有办法冲到10万再收啊。我们先一步一脚印。波西米亚，谢谢你白白的萌新。你们这么爱装萌新，你们可以启动你们的魔法小卡哈，这样就不是萌新了哈。主角造型手拿灯吧，好啦，之后如果真的我们线下聚会越发蓬勃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思考是不是要规划一个新的手拿灯之类的哈，到时候可以再说这样。要冲100万，我老娘最好死逼生有办法冲100万啊哈！就是限量手拿发财灯一路发，上面还刻着5路财神呀，5路财神不排除提出告诉，我都在行啊那这样。好啦，我真正要来唱歌啦！还有，而且最近天气又越发炎热了啊！天气最近越发炎热，然后我的主机开始会嗡嗡叫，我真的也不排除要尽快的快点把我的电脑更新上去了啊！不管是原创曲还是电脑的集资之后，真的都要请各位多多帮忙了，小女子真的要靠各位了。感谢波西米亚加入猪仔专员，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个时候唐突又出现了一个仪式主，心脏不够大颗。3月份你们是想帮我冲到25位吗？我目前22位啦，谢谢大家哈。猪猪午安，恭喜死，谢谢宇宙大社华妹。天蓬好像也是一种财神吗？我知道天蓬元帅是什么行业去拜的，我知道，对，不可以色色，不可以色色。天气开始炎热啦，开始嗡嗡叫了，我的主机在嗡嗡叫，真的也该换了我的主机。上次买刮刮乐，看着猪猪照片就说拜托中奖的，为什么我都没这个运气？我的财运都给你们了，是不是？发现你的应援灯好像是还没拆封吗？女仆，好的，希望今年度我们有活动都可以让你们甩起来哈。一开口就知道是什么老江湖了吗？什么老江湖？哪有老江湖？我只是就是有耳闻，好不好？吃吃喝喝，谢谢你，猪猪4万了，谢谢你们一直跟在猪猪身边。然后讲着讲着，虽然说我肚子饿了，不过还是可以来唱个几首歌。猪猪知道你不知道吗？你们最好都不知道，你总喝了我们在啊。好，紧接着我们就随性的唱唱歌，吓我一跳。水灵宝贝，你是跟他娃讲好的吗？我以为你们又要接彩虹了，吓我一跳。谢谢水灵宝贝，事事顺利，恭喜4万，谢谢谢谢你们的44，谢谢你们，谢谢，欢迎加入。靠，他娃，你不要吓我，我有被吓到，你知道吗？想说奇怪，为什么加入仪式主总裁的那个格式不太一样？他娃，你很会哦，
刚去吃完汉堡加奶茶，好吃。刚去翻应援灯在哪了？好好翻起来，先翻出来。如果不见的话没关系，你们可以再下标一下。只能这样子，可以了啦，涛啊，你已经是我们1.5年资以上的总裁了哈，不然会吓一跳。肚子饿不怕，备用粮食在边。我哪会？我没有吃，兔兔像在我后面很安详，好不好？哎，这不是我们胡学姐吗？把你手上的鸡腿拿过来，我肚子好饿。怎么可以这样不讲武德的吃鸡腿？胡学姐刚刚应该不晓得我们在臭她。胡学姐，伊拉塞，超坏，对，很坏，超坏的。陈峰伊拉塞，谢谢建伟，4万订阅，谢谢你们，谢谢，讲出来了。哎，没事，我们现在有在后台看到了，我们有一位专情的面线，应该是把我们的手拿灯下标了哈，谢谢你的专情，我们今年度那个手拿灯真的会非常实用哈。哦，欢迎蒙哥，这是什么东西？你在给我刷萌星，你在给我刷萌星。可是也不行，我原本想 BIS 就是3800萌星给我加进去，可是想说不对，人家人在香港，万一就是点心寄过去或者猪脚寄过去酸掉的话，这个实在是不行，我担当不起。你就继续在那边给我当萌星哦，压死！你就继续在那边给我当萌星啊，可以啊。晚一点补档就知道没有啦，胡学姐，没有任何人冲你啦，没有这种东西啦，被盗账号而已啦哈。啊，不是一个大哥，我们这位大哥的年资是22个月，对，但是差不多我们又要庆祝2年年资了，差不多了。谢谢大哥4万订阅，感谢不是一个大哥，感谢。他可以累计，等他来台湾再领这样。累积到什么时候？他每个月都来台湾，每个月都来台湾这样子，就为了领就是那个高阶会员，然后再回去。哇靠！这个运费真的是有点贵，这样子，而且这个运费运送的还不是我的点心，运送的是压 S 本人这样子。Gigi fu Gigi, si van leye, Tom Fine。这什么东西啊？咦不咦？6万，你这个是法国吗？就是不知不觉什么碰了2年多，我明明哪有？我至少初配信的时候有稍微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弄得比较精明干练一点啊。我现在是整个放飞自我了，没错哈。什么拼图准备好了不需要？什么叫自助好烹？这个是精明干练好吗？吃到饱再回香港，每个月都过来吃个那高阶会员的那个点心，然后吃完再回香港。哇靠，真大佬真大佬啊！どうも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こんばんは。はい、とりあえずこんばんは。はい、ありがとう。まあとりあえず登録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みんな，谢谢你们。鱼子，谢谢加入第5个月猪仔专员。猪猪您好，你是萌新吗？好了，都给你们当，都给你们讲。她是西班牙的翠花小姐。好，西班牙翠花小姐讲起这些台词，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说，幽默吗？人伊拉塞，我还没吃，但是待会饿，不应该说我现在就很饿，不过可能还是先唱歌吧。David 伊拉塞，谢谢你们。除非是想要回顾吗？你们上次都已经3倍混沌、3倍混乱的回顾了，你们到底还想回顾什么？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回顾的吗？除非现在弟是卖药的，对。然后哪有？你把那个草字头拿掉哈，默默跟台什么这位砰砰猪猪，机票不便宜，但是对鸭子而言就是还好啦。不过就是吃顿饭而已嘛，对不对？人也是会变的，何况是人生。你们说的都对。你们可以把精明概念上面那个草字头去掉吗？不需要哈。好像只有 FF 会来，那只好 FF 就截止。好哦，今年的 FF 8月份是不是？好哦，翠花小姐可以再说一次吗？翠花小姐要再说一次，翠花小姐要怎么再说一次？可能只能依靠3枪了吧。很多可以回顾，不是丁爷，对丁爷，小心被我打断嘴啊！不是打断嘴，对不起，小心被我打断脚，丁爷。
电锅热好，等下可以什么开锅啊？我肚子很饿，3倍馄饨一定好吃啊，一定好吃，不是那个馄饨啦，鸭老可以搭私人飞机哈。啊，我肚子饿了。不过呢，先唱歌，也谢谢下标手拿灯的专情的面线。好，猪猪这2天有空就会慢慢帮你们出货啦。要丁爷上节目回顾猪猪砰砰历史，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丁爷他会被我下封口令，他会先被我下封口令这样。第一次上台演唱的影片，这可以不要吗？丁爷，你绝对会先被我折断，你绝对会先被我折断，你信不信？好啦，谢谢你们，3万订阅咯。我们现在时间还停留在3月，所以这个3月我绝对还是要唱爆这首歌。我不晓得我现在的那个主机嗡声会不会很大声不好意思，它像在旁边嗡，真的很吵，好吵哦，不好意思。我们家的主机好吵，真的该换了，它一直破10，我要把它换掉。3月啦，3月，不是3万，对不起，4万订阅，然后现在是3月，对，不是，你们不能不讲武德，你们不可以不讲武德，对，是3月，然后4万订阅，对，好，不要，你们不要再后退了，不要。スイカシャオジェコ急速量吉賀由美子どうかば。由美子ちゃん，お疲れ様。这个由美子小姐很努力的在练习中文呢，所以花小姐去休息了，由我由美子到了。优拉妈妈，请问你是跟我们3枪的美眉们都非常的是很熟是吗？怎么都知道怎么玩？你也不准刷棚，谁准你刷棚的？1万人消失，被我们以世族总裁吃掉了，绝对不会是我吃的。1万人被吃掉，1万人让他去做猪脚。你们知道的太多了，不然我之前的猪脚接力是怎么来的？难道还要告诉你们吗？我之前的猪脚接力是怎么来的？我还需要告诉你们吗？哈，没有会员只能用打的。丁野，你这个烧腊店少开，你直接1个月加3200都没有问题。你到底是想装死到什么时候？什么叫1万人被猪猪牺牲了？但我不要，4万就是4万，我们还要努力的冲5万、6万、7万，知道吗？继续冲上去。这只猪在这个逼声，我豁出去了，啊，これが登录者4万元おめでとう。今後も一食を願いします。ちょっとトマ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これがトマちゃん？これがトマちゃん？ありがとう。登録4万人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トマちゃんまさかトマちゃんありがとう，谢谢。好，我绿界的部分我刚刚好像还没开起来，我想说大家是不是比较专情于山枪？好，等一下哦，ちょっと待って。那我帮东马先生再把那个开起来，你们等我一下。これがまさか面白すぎじゃない？面白すぎ。ちょっと待って、時間を貸してね。ちょっと時間を貸してください。然后好啊，谢谢胖胖，谢谢这位可爱的胖胖。あれ機械が読んでくれな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トマちゃん、なんかね、さっきのはちょっと
なんかね、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よ。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ちょっと説明しにくい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とりあえずもう一度読みますね。トーマちゃんのためこれを。来，我把这个测试动画先把它打开，应该就有了。この配信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这是一笔赞助测试 Q 档。可是东马先生的刚刚没有吗？东马先生的刚刚没有吗？これが盛红，谢谢。所以是3万订阅。你的精明概念，你可以好好选字吗？我错乱了啦。纵行配信能放东西上来的地方很少，是，真的是这样子。对，然后拍卖猪猪第一次上台唱歌影片，可以不要这样吗？我不要，我要把你折断。毕竟纵行的画面比较少，所以能摆的位置是比较少，没有错。ちょっと待って。我给那个东马先生3枪的连结，看他要不要玩。等我一下哦。これね。ねえねえ、とまちゃん、これクリックしたら日本語バージョンのありますよ。日本語バージョンのあります。めちゃくちゃ面白い。めちゃくちゃ面白いからおすすめです。Kevin 伊拉塞，一样漂亮吗？谢谢，我每天都被我自己美醒了。月哥要出手了吗？丁爷的价钱你撕一下，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而且那个影片我早就丢失了。中型配线考网更大。长官，你是不想活了吗？15個でも大丈夫です。はい、ありがとう。学长也跟上了吗？怎么来集资购买丁爷的？可以不要吗？丁爷的影片，老娘，我跟你讲，我之前丁爷的影片要集资，我他妈真的开天价出来，让你们真的集资不到。我跟你说，打死我都不要。可以私下教你，学姐，你乖，你去扛教，你进去扛教。什么东西？你这嘛是啥情形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学姐，你去扛教就好啊，你卖吵，学姐。私下交易什么东西都没有，何でもないです。丁爷记得打码，起码在一笔费用赚2次。我只能说你们越发练才了，到底是跟谁学的？谢谢，我有看到大家有把手拿棒买起来了，谢谢你们，恭喜4万订阅，谢谢。但是这个碰碰猪是谁？那个碰碰猪是谁？4.01，哇靠！你们到底是怎么冲的？好，看你今天一定要补档。好，对不起我们今天4万订阅，非常的棒。完蛋了，有人黑化了。我们今天4万订阅，真是大家非常恭喜哈。对，然后我们今天的3枪绿界基本上音效我都会开着，普天同庆一下哈。你各位想玩的玩起来哈。对至于那个胡学姐像やっぱり怒ったのかしら。好，就是对，好，反正我先唱歌，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要唱歌规避一切就对了嘛，对不对？4位订阅，恭喜，谢谢大家，你们都是我的翅膀，你们都是我的翅膀。记得什么再出一个什么 VD 高清版本再练才第3次，你们为什么？你们很懂练才不要啦，我第一次上台唱歌影片真的唱得很烂可以不要吗？你们都是我的翅膀，是大家带来3月。我只要唱歌就什么都不用负责了，对吧？
我只要唱歌就赢了。哎，我的伴奏呢？阿赫唱嘛。过来过来，对，你们都是我的翅膀，献给大家这首歌曲。好啦，真的要唱歌。我真正要唱歌啦，真正的啦，好不好？暖个嗓哈。3月过去了好几周，世界开始有点热，参不透的那种难过，突然觉得没什么。哎，我伴奏不是有吗？哎，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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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听到啦？吓我一跳。我很好，你呢？2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当3月过去了，世界会走，我不走。2个人说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好了，我可以笑了。2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3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我们一起为爱情辛苦着。2个人的那时候，随3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我觉得长官今天很想下去，我觉得长官今天很想下去。感情放超多在唱的吗？丁爷，你意思说我大学时代都没有放感情唱歌是不是？哈，你意思是说我大学时代唱的没有那么多感情是不是？嘿，我承认，对，大学时代唱的很难听。我大学对感情真的感情面好像没这么多。哎，新秀儿，谢谢。什么？你听到也是砰？哪有？而且我刚找到的歌词啊，他没有给我最后一句，哎，还好歌词我还知道最后一句是什么。什么叫砰完了？你去翻影片听也可以啦。不过不管是音准跟情感面，其实都没有现在来得多。对，我以前音准还蛮飘的，就没学过唱歌，然后就在那边胡搞瞎搞乱唱这样。
鬼之又昏伊拉塞，蓬蓬的很可爱吗？我谢谢你大家哦，我谢谢你大家。接下来我选一首，应该，我看一下，右手边有很多歌可以唱，哪有蓬？鬼之又昏，你今天是来见证我的精明干练，你想要听啊？说到这个，我要谢谢他娃娃帮我把我从初配信到现在的歌单全部整理好了，谢谢大家。初配信到现在的歌，唯一的一首英文歌《Happy Birthday》，我真的是太棒了，好臭哦！我真的是。我居然有英文歌单嘞，就一首 Happy Birthday 这样子。这是老婆，就是因为彭才是老婆。好哦，谢谢你们，谢谢。我这样子就知道说我唱过了什么，然后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随便唱吧。哇，来，这首歌在 Amy 歌单里面算是还蛮难唱的了，肚子有点饿。我们唱完之后，猪猪再去补给一些东西，再回来继续唱歌。这个难唱，Amy 的歌没有好唱的。好，来吧。对不起，我的主机又开始在吵了，他可能也肚子饿了吧。主机吃兔兔，我们要吃兔兔，都是主机吃的，我们要吃兔兔。君をつなぐ空の星が一つほどを立ててもどれも同じ雨に濡れた夢ばかり変わるだけの子相手をなぞる答えに疲れた繰り返してないわけに崩れた捕まえたデイジー手をくれたストーリーのエコがここへ叫びとなっても荒れたトンネル声もくくれないだからサイレンス灯すためと吃兔兔，都是主机吃的。他又突然安静了，他刚刚吃掉一只兔兔了。そっとパズルのようにはまるピースが必要としても縁もない偽りと同じな捨て皿で並ぶだけのショー揃えた苛立ち順番待ちさらしごまかしのゴール Don't be for your daydream 角が取れたビジョン君の夢が横で外れても僕二人橋を架けようだからサイレンス鳴らすためとどこ
街並みは終わりの愛と遠くへ伝えれないいつにかけの夢路に目が覚めた鉄鋼片落ちの衝動を砕けた怪人扉だけの理想街が雑に溺れはしゃいでも僕歌い歌詞を捨てようだからサイレンス響くためとDon't be afraid, daybreak has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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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闪客咻咻咻的加入我们中彩专员。我跟你讲，我3月份看到这个加入的里程碑，会有点那个，会有点惊吓，但是是好的惊吓，哦，好的惊吓。对，因为3月份迎来太多已是主总裁了，然后我可能会吓一跳，哦，这是总裁吗？我说哦，是专员，是专员，呵呵呵呵，不带急啊，不带急啊，是专员哈。3月份你们到底多了几位总裁？我已经算不清楚了。谢谢闪客，你今晚是等在做兵吗？闪客现在在当兵是吗？啊，兔先生大佬是吗？你各位都是我的大佬好吗？Sosuke ありがとう。白龟主いらっしゃい。补充能量时间吗？我肚子好饿哦。也不算有阴影啊，不要说有阴影，人家加入高阶会员开心都来不及了，只是会稍微惊吓一下。这是总裁吗？这样子。Sosuke 谢谢你过来。他一个走眼变成那个欢迎加入已事主。大佬不是你这样子。谢谢发雪加入第19个月主宰专员。那个散客是自愿意向在去什么扛爆弹，因为早上我有看到闪客，我想说这个好像也是我们的，真的是萌新，是真萌新这样子。抱歉让你受惊了。不，别这么说，怎么大家变这么客气这样？小天有来吗？小天记得填表单。小天，我不晓得是不是又发到你的小账，因为上次很像发到另外一个账号，所以这次我有发正确的账号，还是说您最近又登回了之前的那个账号了？小天，你是想成为大家一手无法掌握的男人是吗？实在是无法掌握你印象在哪里？对，还好你来D台了。记得填表单，明天猪猪要做兔兔饼干了。杰卡伊拉塞，好，彩萌新吗？好，你可以被关起来了。工业国最近登革热比较是比较消了，是不是？登革热比较消就可以看台了是吗？但是我记得登革热即使之前蛮猖狂的，还是可以躲在室内看台，然后 Sosuke。下次2个都发。小心爆料飞雪黑历史。我们还可以，欢迎爆料起来好不好？我的主机它好吵。好，来，不好意思，我要放置 play 你们大概3到5分钟一下，我去补给一下我的粮食。然后回来我们继续唱歌。我今天可能会唱稍微久一点，好不好？来，不好意思，让这个 BGM 先陪伴你们一下，马上回来哦，不准走开哦，马上回来。
我回来了。我的主机，它真的好吵哦。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听到很吵很吵的声音啊！我的主机，你是兔兔吃不够吗？它一直这样，好了，我真的好了，会换，真的也该换主机了啊！好吵。好，哈，每次都是跑，不要回来，马上走开。我知道，感谢各位总裁提醒，不会的，我知道你们都很忙哈。小天记得填单，如果您没填单，这个朱棣卡会非常体贴的自动帮您输入啊，您就是盖茨版本的，这个就什么都不用说了，这样子，对，自行帮您决定这样。飞雪一次玩坏不少人，怎么可能？飞雪他玩坏很多人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什么高雄工业国的什么85大楼。谢谢你长官，谢谢。我能说长官非常会读空气。谢谢刘妈妈，我要中发票吗？好，祝你中发票，刘妈妈。こんにちは。仁德天皇，いらっしゃい。これがまさかこの方来てくれるなんて思わなかったわ。ありがと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天皇都来了。Alan， 谢谢你的水费哈。天皇地下室200，いらっしゃい，200，欢迎你哦。中发票，我要女朋友，要很多钱吗？开玩笑，你还缺女朋友吗？你不止不缺女朋友，你还不缺男朋友哈。当这是许愿池没错，欢迎许愿池起来哈。看要那个求财的啊，求缘分的啦哈，好不好？小女子能做到就尽量做到啦哦。我们这边是很多缘分啊，好的缘分啊。好，如果你们不限一定要女性的话啦，一堆照片回忆嘛，但影片还没翻到。亚梅罗，丁爷，你给我亚梅罗，你今晚得给我亚梅罗。主机想吃兔兔，主机饿了。老吴喵伊拉塞，笑哥，听说这里可以当许愿池，就是成为10万订阅大台。我努力好吗？我才刚4万，好不好？我努力好吗？主机有声音，可能风扇卡到，或者是那个风线灰尘太多吗？好。我想说要清，我要把上面的东西搬下来。好啦，我等下晚一点要清一下。我今天是吃兔兔，什么4万只庆祝？哪有雷锋伊拉塞？当初趴在床上他就没事的散客，我们大家都知道，好不好？嘿，行情真好，谢谢翡翠柠檬阿玉4万大猪，谢谢啦！从今而后还是继续会冲刺，希望今年还有机会在5万、6万、7万继续上去。重点是你没有女朋友吗？好夸张哦！置顶又被吃了吗？没关系，小天你在，我看一下，我帮您看一下。这里，我看一下，小天的置顶哦，有，刚刚是被吃掉了，但我现在看到了，我把它顶上去哈。谢谢小天，我们顶上去了。然后紫云伊拉塞。中间都哪有略过？我真的没有看到，好不好？200伊拉塞，好，谢谢你们，谢谢。然后粉丝赞助的部分，我应该没有略过啦，好，应该都有看到。谢谢你们今天各方面的赞助以及里程碑哈。来，我们继续来唱歌吧，谢谢大家。我的主机好吵，好了，我该帮他清洁了，真的。然后刚来的朋友，谢谢你们过来。没有意外的话，这只猪猪今年度手拿灯很实用哦。如果不嫌弃的话，在下方资讯栏我们还有少量的手拿灯，快点买起来。手拿灯基本上我应该是复刻几率小了，因为一次最低印量就是100只哦，所以这次这几只卖完，可能猪猪暂时不会再复刻。如果之后有新款式，到时候会再出新的手拿灯好不好？卡巴内利菜，希望你跟猪猪结婚，祈求月老拿枪瞄准月老吗？等一下，你拿枪瞄准月老，你确定他会保佑你吗？你要确哦。我突然想唱一首歌，可是等一下哦。
等我一下哦。不是这个吗？好吧，算了。これじゃないの？これじゃないの？啊，找到了，找到了，还有很多种颜色可以切换模型。哦，吸尘器吸灰尘应该就好多。好啦，对不起，我真的对这个很没有概念。但是呢，好，我今天就把它清一清，好不好？要不然它演的实在是真的也是很吵。哦，杰森猫椅大赛，它目标是月老这样。好，对，它的目标是月老，胡学姐把月老拿下就，把月老拿下，所有的好姻缘都是我的了。OK， 哇，擒贼先擒王哎，你们真的很会哦。还懂得什么叫擒贼先擒王，很好。月老全身上下都是我的了。对不起，有点怪怪的，我们唱歌好了。我们唱歌好。思い出すだろうあの日の蒸気に僕を失って無数にある過ちの後進めと道が見える時にお前は言った目口もゆるその地に問え答えろことこてつのがばねるよさあ立ち上がれお腹すべたちに叩きつけ今その心は誓った友のために燃やせよその命変えてゆけ世界发发快跑，我帮你挡着。有发发跑掉了，发发已经跑掉了，不在这边。思い出すだろうあの日の自分を誰か許すだろう闇がとらう見た心を守れなかったものを思い投げげそしてその痛みはお前を生かす強さと知れ複数のカバネルよさあ越えてゆけあなが嘘の手を開き楽だろなぜだか心揺らぐことのない覚悟貫けその意志であがいて掴み取れ確かに聞いた悲しみの中誰もが下を向くとき顔を上げなど恐れることはない見よそこにあるのは希望だ両の目に映るもの強く願えそれはこ
鉄のカバネルよさあ立ち上がれお腹すべてあまねく者たちに鋼鉄のカバネルよさあ立ち上がれお腹すべて地に叩きつけ今その心は仕方友のために燃やせよその命変えてゆけ世界我的主机它还在叫，好了，你继续叫，它大概今天不会停了吧？继续叫，你就给我继续叫，不要停啊！你不要停啊！我让你继续叫啊！你给我叫啊！我让你继续叫啊！对不起，我实在是不想让你们听到我的主机在叫，对，它在娇喘，不想让你们听到它娇喘的声音。它是我的，这个娇喘的声音不许让其他的人听到。没事，我们唱歌，什么都没有。好，我们下一首歌是那个子琪的那个，你的娇喘声只属于我的，这属于我的，知道吗？不准让其他人听到，这个娇喘声是我的。万物皆可腐，是，今天是情乐主机台吗？不是啦，我真的是很不想让大家听到这个很吵，你知道吗？Saber 你来啊！Saber 没有啦，这是猪正常发挥啦，吼 ！Saber 谢谢你的填单哦。然后猪猪拿刀捅主机断机就不会交往，直播也断了。好啦，好，什么都没有。对，万物皆可腐，这样。好想当主机，你们这边听不到主机的叫声吗？他目前的娇喘声果然还只属于我是吗？太棒了，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か。私だけのもの。嬉しい。你都忘了吗？没关系 ，OK 的 ，Seven 有记得填就好，不然我可能会自主帮您填入，就是要尬词版的哈。来吧。转身吧，你各位评审们，你们可以为了我转身，对吧？应该吧，应该了。等下歌词。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一双围在我胸口的臂弯，足够抵挡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以点燃所有希望。宇宙磅礴冷漠，我们的爱微笑却闪烁，颠簸却如此忘我。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
愿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也许航道以外是醒不来的梦，软式以外是纯粹的相拥。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相遇润是意外，未能终相爱。相遇润是意外，未能终相爱。我没想到。转身了吗？转身了吗？你各位评审们，转了吗？转了没？转了没？我要喝水。转了吼 ！LKP 伊拉塞，欢迎你。然后摘叔，谢谢你的打 call。小白老师，伊拉塞啊，你选和平的吗？手动保命这样子，不会啦。我们歌词版的哪一次真的让我们总裁丧命了呢？对不对？转了吼，谢谢谢谢。我要打嗝。对不起对不起。有听到我胸大肌的声音吗？是不是兄弟？有没有？老娘的胸大肌。没事，我只是想说我在打嗝，被按钮卡住，疯狂旋转。你们那个猫薄荷去救一下你老公啊！360度，你给我回来！学长，你可以再转回来可以吗？转了都转了哈，早就起飞了，谢谢。猪猪女友昨天跟你说，她的朋友问说，红烧狮子头跟巧克力猪脚有没有在卖吗？真的假啦？真的假？我是有意思可以把那个国粹真奶狮子头变成我们常驻的回馈之一。对，如果想要再选，可以再选回来。但是呢，猪脚巧克力要做的话，我没有办法做大量，我没有办法做大量。对，我们这可以再讨论哈。对，我是担心我忙不过来。奥胡伊拉塞，兄弟即是转身，是，我知道。Modemo， 你好了吗？姐练的胸肌是这个，就是你姐目前练的胸肌，是不是兄弟？请转身。真的吗？他 po 在真的假的 FB 的照片？还是说有一个方式，就是我有在想说，如果真的想要特别指定猪脚巧克力的话，可能我要放在迫害卖场。对，到时候再看怎么样。准备上班吗？好，建勋 ，OK， 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好，再按一次吗？转900度，你要转去哪里？兄弟，你真香。好啦，祝你各位兄弟都不要遇到这首歌的台词，祝你各位兄弟都可以好好的跟你的原配。好不好？正正当当的，不要去当人家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挚友，知道吗？不要去当人家什么奇奇怪怪的挚友。刚才，想当欣赏，却像路灯，若爱一个人。切记爱得太深，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忘了不可能，也委屈你，强
什么相衬？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眼像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好啊，职场的好朋友，感觉也还蛮暖心的啦哈。你真诚心对待的人，辗转找到我，劝我别再伤神。其实我真不想一一询问，从此默不出声，是我的责任。我们不说破的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容许这种维系，是我不够真情。你在追问何其愚笨，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荡起灰尘又能如何？我最不应该害你受困，进退不得。我们不讨人的关系这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眼像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什么5%出现了？我刚刚看错行了吗？这个歌词很小，好不好？很小，你们知道它很小吗？超级小的，这么小，真的是我也没有办法。这么小我也没有办法，这实在是太小了，然后就看错行了。好啦，是我的锅了，是我的锅，好不好？看错行了。什么很小？就很小啊。就很小，对，没有什么，就很少啦，就这样啦。我们今天随性的唱好多好多歌哦，我就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吧。
哎，前面怎么唱啊？我很像有一阵子没唱了。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就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爱你。阿明啊，伊拉塞，什么最碰的距离？阿好伊拉塞，最碰的距离在猪猪心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一个碰掉的你嘛？好碰，一直碰，这次忘掉了，还有下一次，忘不掉，忘不掉我也没办法哈。谢谢你们。来，最近唱的歌，我都会比较偏向于前阵子一直疯狂在练习的歌。我妈妈的朋友好像来了，我听到因在外口在抬杠。好，先去忙，我只干了什么？等我一下，我们下一首。子琪的《桃花怒》。
渐落缱绻誓言，风吹雨书卷，岁月间问今夕有何年？心有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木，一回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木，一回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前尘夙愿，来时路。一念桃花因过渡，那一年记住时光在重复。听雨书，望天湖，人间渺渺情难诉。回忆慢慢留在爱你的路。谢谢大家，桃花诺。然后我的煮鸡蛋还在脚喘，我觉得我该唱一些可以让他比较安详的歌，看他能不能安详回来，好不好？嘿，面茶拜拜，伊兰塞，我们来唱点安详感的歌好了，看一下那个比较乖一点哈，安详吧，我的煮鸡。嘿，对，然后大家安详了，直接开机直播也不用播了，这样。好安详，唱一些安详的歌曲，这样，你各位准备安详一下。張り詰めた指の震える鶴よ、月の光にざわめくお前の心、研ぎ澄まされた刃の美しいその木先によく似たそなたの横顔、悲しみの怒りに潜む誠の心を知
停了吗？这么安详这样子，好安详。悲しみの怒りに潜む誠の心を知るは森の精もののけたちだけもののけたちだけ安详了吗？你各位，我也觉得好安详哦。请问你们升天了吗？升上了那个最安详、最安详的地方了吗？如果还没有升在那个最安详、最安详的地方的话，让我来帮你一把，飞上天吧，你各位。飛吧！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あの空。飛べみんな，飛上去吧！悲しみまだ覚えられず切なさは今掴み始めたあなたへと抱くこの感情も今言葉に変わってく未知なる世界の夢から目覚めてこの羽を広げ飛び立つ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白い白いあの雲突き抜けたら見つかぬと不思議で振り切るほど青い青いあの空青い青いあの空青い青いあの空愛想を尽きたような音で錆びれた古い窓は壊れた見飽きた過去はほら捨ててゆく振り返ることはもうないただなる言葉に呼吸を預けてこの窓を蹴って飛び立つ駆け出したら手にできると言って誘うのは遠い遠いあの声眩しすぎたあなたの手を握って求めるほど青い青いあの空落ちてゆくと変わっていったそれでも光を追い続けてくよ羽ばたいたら戻れないと言って探したのは白い白いあ
の雲突き抜けたら見つかると知って振り切ること青い青い母の空青い青い母の空青い青い母の空哎，刺鸟可以耶，下一首刺鸟可以啦。谢谢子晴嫂子4万订阅了，哇！谢谢嫂子，嫂子现在不知不觉已经变成我们面圣群的，就是总招吗？各方面活动的总招这样。谢谢，我们这边面圣最欢迎妹子们了，我们妹子都是猪猪的得力助手这样。谢谢你们啦，谢谢。喝水水。谢谢你们，都像布鲁巴朵一样飞上天哦，飞上天，不是飞龙哦，不是飞龙飞上天哦，迄首歌我袂晓唱，拜托不要点，我不会唱。但是像他都要迄布鲁巴朵飞上天哦，好不好？大家都要飞天一路发哦，好不好？安尼讲好不好啊？有哦，好了，我们下一首就来唱刺鸟吧。有刺鸟就唱刺鸟。有刺唱刺，可以叫教授唱，不行，你们协议里面的教授现在正在沸腾，我担心我压不住你们，好不好？对我压不住你们协议里的教授，给点机会。朱同学像瑟瑟发抖，给点机会，我们唱点比较有学生气息的回忆杀的歌嘛，对不对？好不好？嘿，飞龙在听，我还真的不会唱，放过我可以吗？我请假不要吃。发呀，刺鸟，我超爱这首歌的，超级好听。也许就是要等100个世纪，我们才能够发现真爱的美丽。龙舌兰的花朵不代表绚丽，选择燃烧了自己，将真爱延续。就像刺鸟的宿命，被拒却勇敢，用生命交换结局的灿烂。天上的风被谁推开？温暖的手是你的爱，我还在等待，等待你的爱，真实呼唤。天空晴朗，心情很蓝，紧握的手绝不松开。怎么不回来？怎么不回来？刺鸟呼唤。还有这一版的歌词，待会可能会乱跳哎。算了，等一下随机应变吧。龙舌兰的花朵不代表绚丽，选择燃烧了自己，将真爱延续。就像刺鸟的宿命，被拒却勇敢，用生命交换结局的灿烂。天上的风被谁推开？温暖的手是你的爱，我还在等待，等待你的爱，真实呼喊。天空晴朗，心情很蓝，紧握的手绝不松开。怎么不回来？怎么不回来？刺鸟呼唤。哦耶耶，哦耶耶耶，
推开，温暖的手是你带来，我还在等待，等待你的爱，真是呼唤。天空晴朗，心情很蓝，紧握的手绝不松开，我穿越山海，最美的答案是你的爱。谢谢球球的水费，谢谢球球那个彩虹的小贴图，好可爱。云天先出门忙一下，顺便去问苹果怎么用电信。哦，好的，不然不能加会员是不是？好，希望你可以尽快排除你的问题哈。真奶续杯怎么回事？真奶续杯，来 FYR 是吗？回忆里想起模糊的真的很回忆杀FYR 的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好痒，我要抓痒，好痒，痒痒，抓一下。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真是想起了模糊的小时候，大家的回忆杀。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是谁会让你付出生命的全部，不管明天？广义伊拉塞，终点在哪里？伊拉塞，我们不知道。只要飞向时间的尽头，天空是谁？就蓝得好像不会变黑。是谁？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生日快乐！永远不再
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不要再问你是否爱我。现在我想要自由天空，愿离开这被捆绑的世界，不再寂寞。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我的主机还在叫。好了，我等一下真的会帮他清里面的那个灰尘啊。他在跟我抱怨，我都不让他干干净净的，我都不让他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这样。嘿，对我就是要玷污你。你的娇喘叫我可以听到。好，对不起，我喝个水。接案前狂刷存在感，好哦。刷起来，刷起来，可以，你们都刷起来，因为明天开始猪猪要开始做饼干了，但是我还是会不定时出现在 Play One 啦。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唱晚一点哈，还我清白，不是娇喘是哀嚎吗？好了，对不起，等我今天把歌会唱完，我就帮你清理干净了，好不好？約束したからもうちょっと時間を貸してね。莉迪亚，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爱呀，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Gypsy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雾，看见云，看见太阳。剧烈的大地重复着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想莉迪亚，幸福不在远方，开一扇窗，许下愿望。你会感受爱，感受恨，感受原谅。生命总不会只充满悲伤。他走了，带
我今天赞助音效都会开着，对，所以不要紧的。有赞助音效的话不要紧哦，也不要被吓到了，谢谢你们。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一下。彩虹泪光。谢谢大家。哎，菲亚的 Vidia， 好。今天在我的歌单随机抓歌，接下来呢，与其说随机抓歌，右手边随机抓歌这样也可以，右手边就是这个好了，谢谢广义，你萌新是吗？好哦，你们我就等着你们5月份开启3800会籍，每个都真的变萌新了哈，每个真的变萌新哈。对啊，可是我眼睛看到，其实右手边都还蛮多的，选择性障碍了，好，随便，是不是每天都开台嘛？我也像有一阵子没有唱这首歌了，来吧，电脑选号是吗？好，我们吃瓜一下，吃瓜一下。前面他们在争吵，前面他们在争吵，我们吃瓜一下。我们结束吧。我听到他们在吃东西，我肚子又饿哎，怎么饿这么快？我们一起去旅行，我要打去纽嗝。约，我跟你去攀岩。你讨厌冒险的啦。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不知道怎么做你才会快乐，只是我刚打了一个很大的嗝。没有。为什么这样？放手！不要！为什么？你放手！好了，不要吵架啦，来低台嘛，来低台抖那一下就没事了嘛。泡泡老师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我们结束吧。话已经讲完，爱已风干，心不再摇晃，梦早已存档，谁在寂寞的空港催促着离去的航班？只能这样删去你的印象，就没有遗憾。这次我很坚强，不再有幻想。你的梦不够宽敞，装不下我的泪两行。请
夜我就要离航，点亮月光，走进没有爱情的空港，忘掉感伤，忘掉所有替你圆的谎，不必伪装，天塌下来就让别人去扛。没有你哪有怎样？你真的不必再勉强，我不会再有期望，今夜就要把你释放。乘着月光，航向没有梦想的空港，面对忧伤，面对明天我会更勇敢，不怕风霜，告诉自己就在这里松绑。没有你就是这样，简单月光停在没有回忆的空港，独自疗伤，抱住自己好好哭一场，不再迷惘，不再对你存有任何遐想，没有你不会怎样。就把你遗忘，把你遗忘。啊，你各位的，还有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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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响了，手机响了，你们谁要接一下？谁要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不要忘记你。好哦，好哦，没有问题。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知道我刚刚有点炸耳膜，我们转换一下心情，转换心情来。嘿，转换一下心情哦，你各位，对，转换一下心情哈，不要这么悲伤啦。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来来，二姐带领大家转一下哈。哎，一样是很难过的歌啊，不要这样好不好？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心，离开我不通孤单来孤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才有做意见，害我一时险险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啊！想伊，不想伊，不想伊，不想伊，永远永远不想伊。来哦，咱头一道菜是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吼，大家请用请用，好跳。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心，离开我不通孤单来孤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才有做意见，害我一时险险想袂开。
是要啉高粱的，家己来啦吼。我是袂晓啉酒啦。啊，你是要扒网流的，家己偷啦吼，还是要买啊地来存咱某氏去摕吼？啊，某氏是啥物人？你唔通问我，我嘛唔知影。听讲伊住伫咧绿岛啦吼，是咱监狱长吼。我就搞安尼做监狱长安尼吼，有无吼？绿岛公主吼。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怎样做起？爱我一时险险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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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永远永远不想伊。是我们绿岛公主哎，开玩笑哎，我上面的左上角我有更改对不对？好，嘿，我真的很痛，没事的。对，我的老观众早就习惯这般的跳痛了，没事的，你们 hold 得住的，我相信你们，好不好？对吧？好痒哦！我今天等一下要去擦精油膏，我被蚊子叮了！你怎么可以叮我？一直抓，什么全兔大餐啦！それでも手を取って隣に佇んで初めて抱きしめた形欲張って悲しみを抱え好きでいたから幸せ男にももう持ちきれなくて花びらを散らした風が扉を開いて変わる季節しんしんと降り積もる時の中喜びも苦しみも等しく二人の手のひらで溶けてゆく微笑みも儚いもあなたのそばで消え去ってゆくことも一人ではできなくて弱むして身勝手な形償えない影を背負って約束の場所は花の飾り罪も愛も帰り道春は行く輝きはただ空に眩しく私を許さないでいてくれる壊れたい生まれたいあな
私は幸せでいると優しい夢を届けて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るあなたを愛してるあなたをここにいるあなたのそばにその日々は夢のように碳烤彩彩是吗？我觉得很像，有点可怕。嗨，春は行く，春天真的要过去了，もうすぐ暑くなるね。今年度还是一样会有冲绳民谣的歌会哦，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啊，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民谣类的曲风，哎，简直爱死，爱死了。哎，超劲爆伊拉夏，今天4万有截到了，我有截到，但是在开台之前，你们根本不加我的。开台之前我截到了，对，不是在开台中，而是开台之前，我谢谢大家。开台之前，也谢谢广义的赞助，恭喜猪猪4万订阅，谢谢你们。我今天3枪或者是绿界我都会开着，对，不用担心打扰到我，不用担心啊，总算迎上4万了。开着赞助，然后也希望我不要错过你各位的赞助，对，怕说我在唱歌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大家的赞助，这样，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用芋头跟猪猪交易嘛，我不要。那个断ります。但我原本要冲刺的，结果又变庆祝歌会，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封面诈欺，对，反正就是对。嘿，对，就这样，就冲到了，对，就这样，谢谢你们了。来，总之呢，我们接下来的歌会会继续下去。那稍微跟各位宣传一下，因为猪猪今年度活动其实都还挺丰富的。那么我在我的2周年的卖场里面有贩卖我的手拿灯，也就是说，如果您还没有拥有我的手拿灯，然后对我们之后的线下聚会也有兴趣的话，请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档期，因为这一次档次的手拿灯只剩下最后的10几支吧。卖完之后，我应该比较不会有机会再复刻，因为手拿灯一次的印量最低就是要100支。那除非就是说，我们下次可能再设计不一样的手拿灯再来印。那这一款75C 真的非常经典，欢迎大家下定下来。今年真的有机会用好用满，好不好？今年有机会用好用满。那有兴趣参加线下聚会的，先买起来，一定用得到，一定派得上用场。这样莫名其妙就到终点了，我不会停下来的。接下来是5万是吗？我冲，我继续冲。假期多就习惯了。哪次有冲成功的，不是都要提前蹦蹦？哎，这不是我们本频道最贵的600块经理会籍吗？滴滴瑞的，恭喜猪猪变成4万大猪吗？不，我还不够大，我还要继续努力的变得更大只，吃胖我自己这样。继续忙吗？好 ，Ella OK 没有问题。所以不嫌弃的话，我们这一次的档期，请不要错过我们仅剩为数不少的手拿灯，而且还是彩色的哦，很吓怕哦。OK， 来下一首歌，我准备一下。好痒哦！他盯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让我这么痒？很奇怪的问题。你盯我就算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这么痒？很痒呢。
算我求你了，你去盯别人可以吗？4月4万，5月5万6。丁眼，你不要给我乱插旗哦！还好这个旗不是我插的，还好这个旗不是我插的哈。谢谢向我们猪猪的美好。好，如果我真的可以让你们觉得骄傲，值得你们推广的话，我也会觉得很开心。上面压出十字架，我会耶，我已经压出十字架，不过它还是好痒哦。说我求你了，你去盯别人可以吗？你走开，你走开，走開ね。哀れみをください。落ちた小鳥にそっと触れるような悲しみをください。涙ぐんで見下ろしてかわいそうだと口に出して靴の先で転がしても構わないわ。汚れててもいいからと泥だらけの手を取ってね、輪になって踊りましょう。目障りな無造無造は全て食べてしまいましょう。スパイスは苗が大くらいがいいわ。ライライライ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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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ライライラララララララ。怯えた小鳥はさよならなんで言えなくて愛を腰ぐさって黙り込んでつつましいつもりでいた。 Lie lie is a lie not a lie もうつらい散々傷ついて優しい世界に誰だって行きたいわ。一つに溶けてしまいましょう。憎しみも愛情もむしゃむしゃと頬張ってしまいましょう。本当の甘い甘い壺の中でライライライ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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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ライライラララララ曖昧に笑うから会いたいと思うのよ。 I know you're here to stay with me 愛されていたいだけ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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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to be with me 雷鳴の咲くところ散々たる heavenly feeling 愛だけ残ればいい。心身の悲しみだけが降り積もる。願望も開口もただ埋め尽くす絆結んだ遠い春の日の傷跡さえも消えてしまうの。やがてキラキラ夢の中朽ちてゆく光はあなたに届くはずだから眩しくて涙が止まらないね。どけそばにいて泥だらけの手を取って離さないで。どうかずっと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クラクラルの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言えないわただずっと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
たずっと愛してる。哦，这首歌好哀求哦，超级哀求的。我们跳一下啊，这么卑微，稍微跳一下吧。我看一下跳去哪里呢？跳到这里好了。来哦，有淡薄阿嬷起你的这首歌，无你的真杯啊！阿嬷毋捌你，但是伊捌真多的代志。伊讲上电视机的锁匙，锁匙拍开有雨水。阿嬷毋捌你，但是有一张真杯写予伊。经过几十年，毋捌听开。伊讲写你母女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像是爱伊，无留半年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像是爱伊。生命海誓也失去意义，真体拢无你，真心变痴迷。我甲阿嬷问，阿嬷的情杯是写啥物？伊讲真忍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像伊。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像是爱伊，无留半年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像是爱伊。生命海誓也失去意义，情归拢无你，真心变痴迷。我甲阿嬷问，阿嬷的情杯是写啥物？伊讲真忍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情意。伊讲真忍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困开。好，谢谢大家。无你的金杯，毋是阿嬷的金杯，是咧讲阿嬷的金杯无毋对啊。毋过歌名歌名是没有字的情书。对，无你的金杯。我要喝水水啊，ドクターいらっしゃい。谢谢大家，我要喝个水水。嗯嗯。
我今天唱几首了？我有唱，我应该还没唱超过20首吧？应该没有吧？我应该还是可以斗胆继续唱吧？唱太多了，被我老师骂。好，来，我觉得唱歌真的好快乐哦，唱歌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更快乐的是，你们现在在这里，看到你们我就安详了。体验心情的祥和，心境的祥和，这样。今天不是要破100万吗？彩彩，你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下去。其实你是逆向思考，全雷打，反其道而行，对吧？看着你们偷心，就是觉得很安详。我没有哦，你们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知道吗？来吧，接下来地下室很好玩，你就这么想下去，我就偏不让你下去。来，这首歌，即使你们听到烂掉了，我一样今天想要拿出来唱。鉄の玉が正義の証明貫けば英雄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閉じ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形同じ太陽の悪魔僕はダメってあいつはいいのそこに壁があっただけなのに生まれてしまった定めなきくな僕らはみんな自由なんだから鳥のように羽がどこへだって行けるけど帰る場所がなければきっとどこへも行けない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で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奇跡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間違いだとしても疑ったりしない正しさとは自分のこと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だ鉄の雨が降り散る情景テレビの中映画に見えたんだ戦争なんて愚かな凶暴関係ない知らない国の話それならなんてあいつに組んで黒い気持ち隠しきれないわけ説明だってできやしないんだ僕らはなんで宇宙バカなんだこの言葉も訳されれば本当の意味は伝わらない信じるのはその目を開いて触れた世界だけ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選んだ人だけ捨てたものの屍気づいたんだ自分の中育つのは悪魔の子席の裏犠牲の中心には悪魔の子
悪魔の子でした。次の曲はこれ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ね。私やっぱり民謡曲大好き。民謡曲なんでやっぱり最高。民謡曲だからやっぱりこれはね、ちょっと待って、綿摘みの木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ね。ちょっとカラオケを綿摘み、ありました。これか。ない綿摘みがない？ないの？没有？綿摘みの木はこっちじゃない？不是在这里吗？不是在这家？うわ。濁音だね。好，有了。綿摘みの木。好，来吧。海神之树，袁千岁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我的那个主机一直在该。好了，我等一下收播之后，我真的要好好把它清理一下。来吧，綿摘みの木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の曲めちゃくちゃ難しいよ。難しいだから、どうしても難しいだけど、どうしてもみんなに進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ね。いきましょう。赤く錆びた月の夜に小さな船を浮かべましょう。薄い透明な風は二人を遠くに流しました。どこまでもまっすぐに進んで同じところぐるぐる回って星も暗闇でさまよう二人が歌う歌波よ、もし聞こえるなら少し今声を潜め私の足が海の底を捉えて砂に触れた頃、長い髪は枝となってやがて大きな
風をつけ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よあなたが迷わぬように。ここにいるよあなたが探さぬよ星に穴は照らされて伸びゆく木は水の上波よもし聞こえるなら少し今声を潜めて優しく揺れた見守に映る赤い花の霜波よもし聞こえるなら少し今声を潜めて渡つみの木でした。我记得我3.0之后，很像唱这首歌，很像只有1次还2次，是不是？还是至少有3次了。好，我有在想说，这首歌其实我想把它 shorts， 然后推广出去看看这样子。到时候如果水灵宝贝有空的话，再麻烦可能渡つみの木的部分，对，就是有空的话啦，没关系。这一阵子真的很感谢本频道的剪辑小能手水灵宝贝的帮忙，对啊，帮频道加了很多分这样子。好，喝个水。点歌的话，要不知道猪猪会不会唱要会唱才有办法唱。谢谢水灵宝贝，感谢剪辑小能手。当然有空再弄没有关系。前阵子歌会要尝试抖起来的时候有唱吗？尝试抖起来是不是有唱？好啦，这个是一个出生于日本安美大岛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资深歌手袁千岁的歌曲。他那个腔我真的学不来，太神了，我只能就是尽其所能的模仿。可是怎么模仿还是没有办法像原唱这么厉害啦，他那个真的是太屌了，超级厉害。好，来，今天唱了好多首歌哦，超级开心。来，我们不会停哦。紧接着我还要带来，你们真的没有听到猪猪的主机在乱叫吼，真的没有吼。唱出猪猪的风格就很棒了嘛，谢谢，太棒了。也是啊，秉持着自己的风格。真的没有吼，好，谢谢。就不想要让你们听到那个很吵的那个的那个声音，超吵的。紧接着，好，谢谢你们。我设定一下哦。好了，紧接着又是子琪的歌。好，谢谢你们。4万了，但是我们不会停下来，希望今年能冲就继续冲下去。来吧，
希望不要泡沫化了，知道吗？这个泡沫化了，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变成坚硬不吹的泡沫，我们要成为坚硬不吹的泡沫。你各位，交给你们了，坚硬不吹的泡沫们，来吧。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炸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异乡的心，不胜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折化过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再美的花朵盛开过就掉落，再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只一切的划过你所有承诺，全部都太脆弱，而你的轮廓，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相爱的道路，要如何再搜索？相拥着寂寞，难道就不寂寞？爱本是泡沫，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在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炙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这首歌让我想起水灵姐说的：“泡沫这么高吗？”对，还蛮高的。它其实高低差很悬殊，还蛮激烈的啦，高低差悬殊蛮激烈的。谢谢大家，来，我要把握时间，我要去摘花一下，你们等我一下，不准走哦，一个都不准走。拜拜。
我回来了。我看一下，转。我回来了，很安详的回来了。非常的安详。谢谢大家，我回来了。来，紧接着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好多看到了好多。因为很安详的下班了嘛，我疲れ様。好，那我们来唱一些唱到烂掉的歌好了。从初配信到现在唱到烂掉了，不过今天值得庆祝，还蛮值得唱的啊。这个，他这样子，好，你们应该知道我要唱什么了。唱到烂掉了，来唱吧。值得庆祝的写信爱情故事，相爱相杀。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是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这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再去琢磨都太迟了，手心楼的牵连早已没有用了，眼看失去灵魂的空壳，魂不附体的两个人。再去琢磨都太多了，再浓烈的故事都算太俗气了，写到哪里能刚好就好，才能看得要死要活。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
肚子好饿。代餐已经满足不了我了，代餐满足不了这只猪，而且我们家楼下突然有阵头哎，你们应该也没听到吧？今天充满了各种环境音，我的主机在娇喘，然后楼下有阵头，是要不要这么普天同庆？4万订阅，谢谢大家。我忘记我唱几首了，没有记，还是没有嘛？对不对？好险，好指向性的，果然不错。没有，我今天没有要唱孤单太 Q 了，你不要自己出来。孤单太 Q 啦，该叫餐吃个什么粉肠跟欧北菜啊，那个都超好吃的，我肚子好饿。嘿，普天同庆，我们家楼下在阵头哎，还好你们没有听到。写信爱情故事，在猪猪的频道，其实从之前初配信跟到现在的朋友，其实真的应该要听到烂的啦。对，新朋友的话应该是还好。好，我们家楼上真的很热闹。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你要这么吵是吗？我要比你更吵，我跟你拼了！我跟你讲，我想一下哦，我就跟你拼了，我就用这首歌跟你变俗牙来哦。劲爆总裁说可以吃，饿的话会不会没力气？可是其实我有先吃代餐嘞，刚一瞬间饱了，然后现在又饿了，这样。我跟你拼了！我用这一首歌，我用这首歌跟你拼。好弱、哦！等一下，我一下选错歌曲了，这首歌没有这么厉害哎。来，等一下。好，可以。来，我跟你拼了！要比阵头，比台湾味是吗？来呀、我不咧惊的啦，来输赢。钢琴低。当一款世间行他感情放一边，同情无同情嘛是自己的坚定，会藏在目眶内的悲哀真正深，想要讲三两句脚手软。人讲这款人只是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哪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就放在心肝底。兔兔根本就不会叫啊！你们怎么可能听到兔兔的叫声？没有这种东西。花枝丸很好吃哎，花枝丸超好吃。不管是男性女性朋友拢交陪，无论是真心假爱当作烧酒的，唔通来问。我过去我会讲几暝，目屎流甲不知天相白。人讲这款人只是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哪知不知要用倒位飞。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就放在心肝底。人讲这款人只是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哪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
上次看到有人亲兔兔，那只兔兔直接蹦，哎，真的，我还没有听过兔兔它叫起来是什么声音？我还真的没听过兔兔叫，哎，我没有吃过兔兔，它当然不会在我面前哀嚎啊，说啥呢？对不对？你各位，是吧？我要喝水。兔兔有声带，猪猪吃兔兔的位置。我就没有吃，所以他根本也不会尖叫，好吗？我就没听过兔兔叫过，好吗？这个是天大的误会，可以吗？来，上次练习的歌曲，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忘记，不知道听一下它的前奏好了，不知道会不会忘记。尘埃，星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海，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我也一直等待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真爱，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真爱，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时间走得太快，要爱得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真爱，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真爱，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我的爱像真爱，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反倒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
真爱，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通常第一下都是从颈部咬下，咬上颈动脉，可能因为太靠近声带，所以直接把声带也咬破了。胡说八道！你今天真的是来胡说八道的，我不要理你。你今天来讲白菜，你拢来讲白菜，我不爱插你啊！都来胡说八道吼。哦，《尘埃》是一首非常棒的歌，这也是前阵子的练习歌曲之一，《尘埃》。其实多多小教官，我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称号，谢谢大家。不需要哦，不需要哈，谢谢大家。非常有道理是怎样啦？你还在那个我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很好哦。好，右手边还有好多歌可以唱。猪猪都处理不知道多少只了，一定唱。彩彩，你是想被穿烫是不是？我觉得这只彩彩今天高几率想被穿烫一下，穿烫彩。等一下哦。好，我有好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OK， 来怀旧一下吧。止まらない未来を目指して譲れない願いを抱きしめて海の色が赤く染まってゆく無重力状態このまま風にさらわれたいいつも飛べないハードルを負けない気持ちでクリアしてきたけど出しきれない実力は誰のせいに目指して譲れない願いを抱きしめて色あせない心の実一回逃がさそうどれだけ泣けば朝に出会えるの孤独の夜初めて限界を感じた日きっと恋に落ちるのは羽ばたきみたいな一瞬の序列だけど愛に続く坂道で強さを覚えていい止まらない未来を夢見て口を閉ざし瞳を光らせていたけれどもう遠
吃什么？飛べないハードルを負けない気持ちでクリアしてきたけどスタートラインに立つたびに怯えていた止まらない未来を描いて腕を伸ばし心を開いて止まらない未来を目指して譲れない願いを抱きしめて色あせない心の実一回逃がさすわ我刚刚切过来这首歌曲，因为我真的好一阵子没唱了。我一开始共鸣点不知道想，哎，奇怪，这首歌我之前怎么唱的？我突然忘记，共鸣点抓不到，然后感觉有些跑调。我才想到说啊，对，鼻子，回到鼻子。我最后才想说把共鸣点转回鼻子，然后才会去唱，才知道怎么唱。一开始完全忘记啊，靠！我共鸣点要从哪里唱？刚刚有点慌张了一下，啊靠！这共鸣点要切哪里？是鼻子啊，是我最熟悉的鼻子啊！谢谢大家的啪叽啪叽。对啊，因为之前就一直被老师念说不要把太多的那个共鸣腔放在鼻子，所以现在都想说好，先跑其他地方，需要的时候再跑鼻子。对啊，这首歌一开始真的还蛮需要鼻子的，然后我就忘记说要跑鼻子了，跑到其他地方一下不知道怎么唱。啊，我想象像是3点，天哪，我今天唱的真的还蛮久的。3点半这个时间，来绿玩游戏，来下。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犹豫哦，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择性障碍耶，完蛋！选择性障碍，大家午安哦，谢谢你们来陪猪猪唱歌。我现在选择性障碍，我现在要选哪一首歌？要这个还是那个，还是这个跟那个都可以。这个，我也像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一次唱好它过。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一次唱好它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满清汇率祖庙悲哀哟，送给大家。啊，等等，那我科拉奇的声拍谁？好，我还是用原来的版本好了。为什么那有科拉奇的声？应该是这个才对，哦，好，应该是这个可以。好 ，OK， 就这个吧。
我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好怀念哦，因为那时候很像是我出配线之后前后，就是这首歌很红，当然现在也是很棒很红，只是那时候刚好我在疯狂学这首歌。这首歌对我也很难驾驭耶，因为它是比较偏流行乐的台语歌，所以我一下不知道怎么唱。下晡一个人踮厝内晒干雨阿冬透我的衫，外口的人又要转来，戆戆要动，戆戆也一支雨伞，为你规若摆困落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烦死会当甲你放下，其实路命我哪会拢无要无紧。才几暝看电话消息，我踮这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喊我驶来驶去，思念火烧房间，月开的花无卖，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想着你当时也管你的记忆，路边的。拢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连天也不捌，就来啥你拢无，只剩我你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落不明。甲你的吉他啊，藏伫我的心内，听你的爸爸啊，行你要行的路，风吹来花落都点一座 QQQ， 咱无关世音菩萨那准讲，你送着一出地叫你敢会看，我山路来到一个歹行的路，人中的。看你偷偷行，探你的梦，总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捡起的爱，甲你捡起的心，伫这乌黄时代，是有缘无分。写月亮的花，甲讲月山的话，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风，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看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好哦。好的，谢谢大家，感谢你们。今天4万订阅的歌会大概唱到这里差不多，我也要让我自己的喉咙休息一下。对，谢谢你们，4万订阅，刚好今年度想要冲刺一些文创跟原创的东西，我觉得很棒。对，我觉得很棒，接下来也是会继续冲刺，也请大家继续跟着猪猪继续冲刺下去。主唱怎么那么好听，都快要哭了，你确定吗？把你的滤镜拿掉，我现在肚子很饿哎，好饿哦！我今天要早点吃东西。不会，你们也辛苦了，谢谢你们，各方面都感谢你们。然后明天我们要来做高阶会员的点心，所以今天应该是本周最后一次开台。
好，本周最后一次开台，那再次稍微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今年度有一些没有意外的话，有一些线下活动是会举办的。那到时候我们可以靠着手拿灯来认亲。那如果说手拿灯您还没有购入的话，欢迎到我们资讯栏下方有一个2周年的贩卖网址，点进去，里面还有少量的手拿灯，欢迎大家带走。对，那这个手拿灯基本上我觉得复刻的机会真的非常的小，比嘎基迪亚还要小。为什么？因为它一次的印量就是要100只，一次的印量要100只，我真的很担心下次再印下去没有这么多观众帮我把它买走齁，除非我们会在构思另外一款新的手拿灯啦。所以目前我们的手拿灯就是还是以这款经典款为主这样子。谢谢大家，唱歌真好听，恭喜4万上班偷才付出啊！谢谢定音，谢谢。虽然说我觉得我最后一首唱很难听，我没有一次唱好它过的，它真的很难唱。是呢，来世马达来世呢，下礼拜见了。虽然说下礼拜感觉马上又是对清明连假，可是，在那之前，我会好好的把我的工作完成，好不好？尽量不要让大家太间断了，好不好？好，我们先来找一下可以降落的老婆来。啊，これじゃない。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真的4万了，真的4万了，谢谢你们，跟猪猪一起。紧接着我们还有好多要一起完成的目标，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一直陪着我，好不好？お疲れ様，你们也是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可以前往的老婆们，霹雳布袋戏，带大家去看。哇，那霹雳布袋戏好像现在都在直播中，是不是？还是已经结束了？これが看一下哦，作业配信，好痒哦，很痒的。好，我们到蕾蕾那边哦，我们到小蕾蕾那边打扰一下，她的作业配信。等我一下哦。我们过去小蕾蕾那边打扰一下。我肚子好饿，我等一下要去找东西吃。然后明天要制作兔兔饼干，我一样会发在 Twitter 让大家看我的过程哈，看猪猪的途中这样子。依旧记得新年希望的5万不可好，我收回来可以吗？我收回来好吗？对我对不起各位。加关，你说猪猪今天100分吗？谢谢老吴喵的女儿，好棒，女儿都最棒了。20人份的饼干我会加油。辛苦台主要来吃米粉啊？怎么啊？我肚子好饿。超劲爆总裁，你这样子对吗？你就这样子自己吃米粉跟粉肠，然后猪猪这边什么都没有，然后还要被诬赖吃兔兔，哎，那刚掉米粉呢？好，我们家楼下有在卖米粉汤，很像可以去吃一碗。好啦，还要切一下牛河，怎么这么过分？牛杂超好吃的。都这样子，我不要理你们了，都这样很好啊，都这样子啊，都这样子虐我啊，你们很会嘛哈。好啦，来，虽然说我不晓得这个噪音是不是可以透过，就是我把里面的灰尘清一清，然后就可以获得解决。好啦，但我尽量。可是我现在肚子好饿哦。我可以先吃东西吗？至于会不会回来亲我不知道，我好懒惰。可是还是会亲一下啦，找时间再来亲。はい、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レデちゃ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肚子好饿，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原创曲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接下来募资的金额有确定之后，我马上就会开募资表出来，也请各位
一起跟猪猪一起冲刺我们的初次的原创曲，到时候真的要靠大家帮忙喽，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啦，それではまた来週会いましょう。5秒前、5、4、3、2、1，过去跟蕾蕾打招呼吧，拜拜，拜拜。